再来看苗栗地方法院的前法官周正年，防指控讲控制个一案，佮伫法庭恐吓少年囡仔，按家己扇嘴皮。经过听待法院的审理，今仔跳除伊法官的职务，嘛停止伊公务人员的资格3天，伊会当去上诉。这个伫台顶分享法律经验的是苗栗地方法院少年甲家事法庭的法官周正年，伊加入去几啊件争议的事件，就算案发了后，家己失职。不过，专案要是交予庭界法院来审理。第24宣判，周正年封判撤职，而且停止任用3年。本次撤职、停职任用3年的处分其实是相当重的，那么他就再也不可以回任法官，那他也没有办法转任律师。那么就3年后，他其实是可以任其他公务员的，但其实成功率也相当低啦。有关于离境的行为，毋但防指控长期控制有几啊百点钟。这案严重，有超过50件保护令的案件去查到，嘛涉嫌当庭恐吓少年家，叫伊家己扇家己的喙皮，跪咧磕头，甚至伫值班的期间，私底下找人传话互被告，以交保做条件，叫伊拒绝夜间的讯问。原因是因为伊无想要伫暗时开庭。院长对于法官他的行为模式，或是在院内进行审理的状况，应该要有了解和关心。就是在这件的话，其实是苗栗陈院长上任后才开始处理，而状况也比较严重了。那我们期待的是，对于法官而言，院长可以更早介入来关心工作状况。这个特一个判决，毋但互周正年停止3年公务员的资格，嘛限制伊搁再做法官，或者是转做律师的可能性。不过，专案要是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